全台湾第2座原住民族文化册库，伫咧新竹的尖石国小成立，计共有1600本甲国内外原住民族的文化相关的册本，希望互原住民的囡仔会当更较了解家己的文化。一本一本拢是介绍原住民文化的册，不止内容精彩，边个有画图，互囡仔更加简单，就通明白家己故乡的文化甲历史。那里面有一些是泰雅族的，所以可以让1年级他们知道泰雅，就是以前泰雅族的事情。老师们带领着孩子透过这样的一个书香能够认识更多我们自己台湾原住民的一些文化。那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书香，也可以认识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些原住民他们的不同的文化。新竹县尖石国小108年转型以泰雅美学做核心的实验小学，透过设置册库，除了会使增加对原住民文化的了解。也对多元文化教育有实际上的帮助。透过这个原住民的书库，可以更多的将相关的书籍在这个书库中间持续来流动，让我们的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教育可以更多的来做扩展以外，也透过这样子的书库跟其他的学校来做交流。这摆观测主要是企业界发起，透过大家合资，总共提供1600本新册，希望为在地学校资源尽一份心力。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